捧酒杯，快乐在下欢。阮捧酒杯，痛苦又是恋。为何人生袂当像彼款？哎哟哎哟，白衣凄惨是恋人。今天歌谣时间里为您介绍的有关于酒的歌曲，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位江蕙小姐。山盟海誓，咱人人有酒泉，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有你哪会这奇怪，欺骗了我，刺激着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绝，人生行像狗。雄雄一醉饮予干，伤口最是莫讲我。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不免当一碗，酒若落后，听入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酒烧酒，了解我。唱得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呀，欢迎欢迎江蕙小姐姐再度光临我们的节目。谢谢。哎呀，请到你真是非常的荣幸啊，真的。您是这个闽南语歌曲里面执牛耳的一位女歌手。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谢谢。唱的真好，杜家几条瓜。刚刚唱的不好，刚刚这个喉咙不太干净。哎呀，那都剩喉咙还不太干净啊。没有没有，真的唱的不好了。谢谢谢谢，这个我们节目播出的，记得第1集你就有来参加。是是。高起码已经过来接啊，哎对了，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感想嘛？哎呀，你真的是太棒了！没有想到你第一次下海就可以主持得那么好。哎，我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哎，我现在说真的，我也蛮紧张的，就是。哎呀，您是真的像你讲的这种境界吗？有在进步。哎呀，真的是太好看了。我们知道江蕙马上也有一个节目要跟观众见面了。对呀对呀。哎，这个歌手来主持节目，算是我们是跨行啊。哎，我这个紧张到现在为止，经过了几集的磨练啊，稍微也这个慢慢能够平稳下来了。对呀，看到你的头发就知道了，白了很多。我都白起啊那。哎呀。哦，假凶那我。哎，那怎么办呢？我万一主持的时候跟你一样这样头发白了，那我怎么办？我是女生呢。哦，好，那你那哦，所以你今天剪那个短头发啊，给他拿灯头章的时候，几时都看得清楚啊。没有，真的要请教你，会不会很恐怖啊？您放心，您放心，你的观众缘太好了，没有啦，主持节目一定驾轻就熟。真的吗？哎，而且这个歌手来主持节目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可以唱一唱。哎，这个里面就比真正的这个就是说纯说话的主持人来讲，多一层色彩。哦，真的哈。所以让大家安心啦。安心哈。慢慢用心慢慢来做的对。好，谢谢你。哎，今天请您来到节目中啊，诠释一些歌曲里面关于酒的歌，请到您一个非常拿手。哎，刚刚我唱了《酒后的心声》，你刚刚唱的那首歌曲是像。哎，碧乱的酒杯，哎，都是有酒啊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这样子合唱一首，你觉得怎么样？哎，我们来选一首跟流行歌比较不太一样的味道，来一种半艺术歌唱法。哎，什么歌？杯底唔通起。哎呀，好歌啊！哎，当然可以，哎，谢谢。杯底唔通饲金鱼，雨含半把来相见，拼是无，爽快嘛值钱。杯底唔通饲金鱼，行到这酒免惊死，枕头以下上花。
哎呦，哎呦，这讲哇啦，你是你创啥的啦？抑个一句你，真那光景是高咩？你害我唱得对去的。背地唔通刺金鱼。哦，哇，谢谢。今天喉咙不太干净，但是手脚还算干净，这个很重要。背地不是背地啦。我来背唱歌就这艺术歌曲啊，就是啊。你在起笑呀？你这首歌根本不适合我们两个刚刚的气氛。你是那播来播去。我们两个是说要唱这首歌没有错，不过我们俩是对唱，突然间唱这首歌曲。我甲你的歌唱了去。是啊，我想好的歌曲，本来是你两个人要唱。是啊。歹势，真正我。啊，你拄则甲恁的唱了，我无唱到我家己。是啊，人个跑。你即摆轮到我唱家己的。你别搁唱啊！对，因为我甲恁唱了，你若搁唱一遍，安尼嘛无意思啊，对。我来才卡掉啊！这袂是嘛安尼做。拄啊好拄着今仔日脑很干净。早起你食了什么物件？你是早起食了什么？那脑不干净啊？就轮到我唱我的，老师请了。听看没？有够爱爱。非常好。举杯高歌救国军，3热血抗敌人，两群燃烧成战阵，听歌声响亮如云霄。救国军，天生心，不怕饥饿后放心上阵。救国军，天生心，天生狠的强好兵。救国军，天生心，热血万回还民民族魂。救国军，天生心，拼命胜这么小城镇。嘿，那难怪无去。你两个真正无意思啊！这个流行歌想一个对。他们唱个进行曲啊，当然嘛，那照料了。是不是救国军？是不是救什么军啊？我嘛是看袂清楚，我的目睭伫银啦。好，迄内底一小节内底有法度钱8字伫。这个军，天生心，这个军我唱我真橡皮筋，这个军。卖乱，对唔？你看，卖乱这就表示我唱得真好，那无那爽到这款去。好咧，好，人是咧甲你笑咧。今天这特别来宾是江蕙，对吧？哦，对。把你乱一咧呢，那咧唱旧的歌曲。干，这鼻也不干净，你看，鼻子不干净，要用通乐。哎呀，你个无气质啦，足无气质。你个呢？你那现在遮缘投遮斯文，那会出到伊这型的，那足奇怪，两个人气氛就好，希望出来就救国军，要不然橡皮筋。我就是挑工出来甲恁乱的，对不？这报纸摊甲安尼先，你嘛小看卖一下，你这对不对？你哪会使安尼？伊若来接无，应该是我来访问才对。你来访问啊？对啊，哪会可能你介意唱的？哦，我介意两个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很多。啊？你讲讲看卖对。你即摆是啥物？你特别足奇怪，特别来遮问的问题拢共款呢。是不是讲共款呢？对不对？好啊，共款来，老师。啊？迄首歌你知啦哈？好来。用歌来回答。我共款的回答。我来听看卖。心内的事无人通知影，对阮就爱当是两个兄。一个对着事业真打拼，一个咏春有时有名声。哎呦，会唱了，真厉害哦！即摆功力有加强啊！你跳嘛共款啊？是讲安尼，你逐摆回答这个问题，你都用这条歌来唱啊？无是要安怎？爱跳的嘛是共款。是讲有我这个舞，别人阁袂晓跳咧。无你搁跳一遍看卖。你无看你看卖衣服我跳，我就跳无。哎呦！袂晓，哎呀！真正有一套咧哦。哎呀！根本来恁遮根本就是咧破坏形象嘛。迄咱本来是咱靠歌咧趁钱啊，即马向吼恁两个兄弟啊，不管咧，是要安怎啦？我即马你讲哦。本来是靠歌趁钱，啊无即马要靠啥物趁钱？意思就是我加一个人伫遮就对了。你这是想要安怎啦？啊，好，恁两个家己好，就安尼无要紧嘛，对不对？我后摆有机会，我才来甲恁对不对？救国军跳。还是，来来对恁两个去。嘿啊，人拄我穿交朋友，咱大家交。
后壁唔通讲别人的歹话。不会啦，不会，不会，安尼我就放心。安尼有一天我伫迄个大路边啊啦，正好很多都卖电视机的，摆了很多电视机，看到一堆外国回来的华侨。看了半天，哎呀，好好，他们的节目我最爱看了。哎呀，这一对父子的节目真好看。哎呦，真的哦。真正看起来真老款哦，你是你啦，是我你啦，所以你进去保养一下吼，保养会较清气啊。哎，恁哥跟他起笑。去走去，这人都是。哦，我应该那个神经病嘛。好你刚才你不是正港路边，你若正港作为路边，你头壳疼。会怎么样？这人安尼对吧？你离他远一点。哎，真的。绝对别再给我拍到。哎，真的哦。哎，我那个拍的影就是唔知，唔知，别再讲卖讲你拍话，啊，即嘛点到为止哈。但是讲我就嘛是最想要讲的，讲伊歹话讲到真欢喜，对不对？少年呢？有看到我赖打无？赖打哈，搁来倒出来打呢。对哈。喂，那面色怪怪，是不是有人讲人歹话？讲伊较像恁后辈啦。对，对，嘿。啊，阮会使唱歌啦哈。要唱歌。你著去整理较干净的哈。莫讲人歹话。啊，不会嘿。无看到我赖打。无。走，咱来唱一条歌曲，莫叫我翘了。来，我想。无奈相思。无奈相思啊！赞，无奈相思。来，干脆的歌。孤单坐在窗门边，看见一片茫茫夜江边，小路绵绵，甜落心头冷叽叽。一支又一支，酒一杯搁一杯，酒加咸无奈的相思。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起？无奈的相思。江蕙的歌声，谢谢你到节目中来，谢谢。十八姑娘一蕊花，一蕊花，面貌优秀真迷人，真迷人。红红的嘴唇可爱呀，可爱呀。粉色的嘴皮，粉色嘴皮人爱。姑娘十八，一蕊花，一蕊花。今仔日在这个歌谣的时间内底呢，非常欢喜邀请到这位，拄才唱这条歌来形容伊啊，实在是非常的贴切。介绍这位军中的情人，多少青少年、青少女心中心仪的这位梦中情人，这位青春偶像陈莹洁小姐。哎呦喂，陈莹洁小姐。哦，你头甲我介绍，会真正讲实在。那即摆安尼介绍，真正吼，我真欢喜。哎呦，哎呦，安尼有贴切无？哦，我敢若白雪公主，你介绍敢呢？哎呦，十八姑娘一蕊花。用这条歌给你印出来了。哎，形容我呢有哈呢，有哈呢。像我家像安尼，就真正有成18岁安尼。那另外迄只吼，伊无可能甲我介绍好听啦。我讲实在，对，今仔无看到伊。另外迄只哈，迄只老高，迄只老高，最近讲身体无啥好，无啥爽快啲啦。莫搞假。有影有影。恶人无胆，看到讲我要来遮，就规拢眯起来，莫假啦我太自然。哎，老高啦，叫我老想要啥物当天甲你吐名嘅，哎呦，今仔日迄清茶无共款啊。这个清茶无共款，都完全这感觉就不一样哦。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今仔日你看样咯？是啊，一款打扮，真正讲坦白讲，了会看字。
不是刘海会看者，啊，所以是我都上讲的。少有法度减2回，这真正无简单。过时啦，减两回就过时，你即摆减两回什么意思最？近敢若定定3本5时啊，都来遮唱一个。我跟你讲啦，你若节目若无我来吼，平常心讲啦，有我来，你加减袂歹的啦。哦，这是讲坦白，对对，但是歌唱你小弟得太好啊！做人爱表里一致，哦，安尼哦，那会使安尼昧着良心。是啊，安尼80的姑娘几度一回80啊18了。我讲坦白，18岁时阵真正水，哎呦，客家人看着行，啊哟，很记的名，名叫她的名字，很记的名啊，胎木族姑娘，姑娘，这是什姑娘，哎，对来讲，意思就是她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哎，你是看呢？改木族啊哦，俺胎怎么看到了？啊，真大只，你看食大蕊啦，头那毛，嗯，无色的啦，是无色废话啊无啥，几拍啥都没了。啊，一只白色的都没有，软的啊，好看的按做对吗？做的，都大家再看一下，啊再看，看家的木族，木族按太长，无色的，一点拍色都没了。啊不是，迄嘛唔对，迄什么连根瓜呢？我还以为一点白色都无，过来看伊的屁孔，哎呀，屁孔啊，你是看到哦你是讲屁孔是假，哦，我还就是讲屁孔，我懂了，按太长，哎呦，无色的，里面无色的啦。我你里面嘛该是。鼻子怎么很大嘛？怎么讲呢？刚哎肚后，安尼啊，肚后，肚后，哎，两孔，不然一个洞吗？有一个洞。有人啊，有人一孔啊，一孔系了未了了系嘛个？追啊，嘴，追，哦，哎，来讲追啊，嘴啊，追一直听，哎，哦，你若只老讲客话，我系啦，根本你按不头啊，哎，爱有事情爱先行啊，那行业哎嘛，那行业来啦。嘛个？讲迄无诶，较早我来演对无？逐摆演讲实在啦，拢讲啊，恁两个拢爱我对无？但到尾嘛拢说无嘛是无共款。啊对，这个真正有影，上惊就是拄着真爱鸟的对手，爱摇啦，爱摇。爱鸟，安尼啦，对吧？咱嘛，咱也是人客，对吧？哦，是，为啥讲请个来个只个唱歌总切去要哪会使？啊你嘛莫看了人就惊对吧？无咱讲实在我是讲无惊你我找无安怎要安怎演才会适合咱两个人的身份。嘿，做我的某，伊个那哪有可能？叫我来追求伊，嘛是真爱叫。所以讲安尼啦哎，规气安尼啦哎，今仔日互陈莹姐你来编，对嘛，你互你来做主对，题。这定定拄着这款困扰嗯，你就爱家己扎脚有。影无影有影，有影啊？真正啊，真正哎你讲的哦，啊啊无安尼真正。要演啥？啊，我这剧本我家早就用好啊。你用好啊我？当然咯，所以讲，若叫着这款老教来，就是讲艺术这前辈来演，咱两个拢唔免烦恼。我啊，你要叫我演啥？安尼啦，今仔日吼，用来老师来用手我就知。哦，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介绍你是我小妹，演我的小妹哦，演小妹会使。虽然是伊伫暗淡，心内感觉真难过。因为我踮在半段。太好听你唱这个歌，我两个就知影。嘿，叫我演，你要演我的小嘿嘿妹，你是一个做歌星的小妹。嗯，对，唔是哦，听好清楚哦，介绍迄是你歌，迄歌是安尼哦。我是无讲手吼手囝哦，我做老母，我做恁的老母，啊，恁两个做阮囝，哈，人哪知我有惊你哈？对啊，啊我妈妈做歌星啊，安尼无回敬一首歌嘛袂使。老师请了。好来，若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要我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虽然是孤单一个，虽然是孤单一个，我也来到他乡，伊个心。
没啦那啦，保重你啦，不是靠啥。啊，们就做，咱就唱这条歌来回敬，啊，们准备就演落去啊。对啊。看伊好啊，就决定了啦。嘿啦，安尼就一定要演啊，我才坐咧。啊，你啊，你哎，赶快，但是你爱你爱像顶家呢，主动入来安就对。哦，安尼啊，哦，安尼啊，一个来在人编的就对啊。对。在人边的啊，对啊，我先坐咧啊。叮咚。啥啊？妈妈，我下班了啦。啊，请啊你转来呀，我家己你来啦。啊，这嘛是啥？妈妈你坐伫遮。来，在这里。哎呀，我下班了呢。啊，请啊你不都枵的？啊，巴肚都小等当然，我上爱食妈妈你食煮的物件啦，所以安怎我拢先走转来。安尼啊，我上烦恼就你知无？哎呦，我都上惊哥哥咧外口乱。啊，你过就不要紧啦，迄不要紧啦。我拢紧转来。啊，迄个不要紧，较暗顿嘛不要紧。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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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电铃拢遮侪款。家己你来啦，来。哥哥，下班啦。小弟，你比我较大声转来。是。啊，坐咧来。妈，啊？我转来啊。啊，转来都。哎，阿青啊，啊你月球我看下者。啊对，哦，你讲到这。啊，月球，来，妈妈看。哦，这是我这个月赚的钱，我想讲，妈妈你较早甲咱饲甲遮辛苦，这薪水袋拢爱先交互妈妈你来处理。实在，阮阿青有够乖，真正讲实在。啊，这摆袂歹呢吼。2万块呢。啊，万六吼。那我有这个全勤奖。弟弟，你个抵全勤奖。我拢逐工拢去上班，啊，风吹日晒，我嘛是种较准时到。安尼一个月毋知摕我，好。弟弟，你的钱哪一边是白色的呢？这就是你妈妈袂晓演戏啦，把白色的迄边煞变出来安尼。啊，你演戏就不要紧，你也奇怪。这一定来无妈妈？还不要紧。2万块呢，还有奖金呢。啊，你咧哈？啊，妈妈，我嘛是，你知影，我比弟弟较早出社会，我一个月4万。出社会啊！我出社会，出社会。妈妈，哎呦，我要先找看下，那白色的那照出来。哇，哥哥，你今日也领钱啊？哎呦，好年当。摕来啦，4万外块。好，来摕来。啊，弄来。小点者。哇，就赞的呢！哇，妈妈，我想讲哦，这个月月期我歹开嘴呢，我真正趁了无够，我一直想讲哦，甲同事共去买一台正歹的这个奥多麦来驶。妈，迄奥多麦是台真贵。点点啦。我都买差不多，调税讲2万桶出去安尼，我才一个月，今麦才赚2万块尔。嘿啊，是讲你2万桶，你点点，我今你甲你讲话，拿7万块呢。好，点点啦，无你的代志。妈妈，你的表情敢若，唔是，不要紧，后个月我无影啦，恁哥哥一倒落去嘛。安尼啊，哇，真好。啊，你买一台，我你讲哦，你买奥多麦来讲，你豆豆徛呢，唔像安尼转来转去，安尼莫危险，你知无？我会注意。妈妈烦恼你尔呢哈，知无？安尼知无？妈妈，我嘛有一个要求。你什么要求？我就知影，我甲弟弟无共款，伊是因为少年唔知影，咁趁2万块要买六7万块的物件。我想报鞋啊，我穿真久，迄下底讲要拢破去安尼。免啦，过年的时阵妈才买一双互你，这穿个破哪有啥？一空啊，尔哪有紧呢？对吧哈？哦，那差遐济安尼，妈，我两个都拢个你的后生，伊买奥多麦的，我是想买双报。啊，你较大汉，你不要听哟，爱就较细汉，你大汉按娘细汉，知无？指甲扣起来。快多点。我扣啊，哥哥扣啊。我扣。啊，我想讲你巴肚枵啊啦。下班了呢。我摕便当来。我便当哦。枵啊吼。有。你看嘛，妈妈特别爱你，哇！我上爱坐这边好好食。哦，这摆妈妈我去菜市要偌济好食，鸡腿啊，哦哇好，你敢知？鸡啊，我麻你看卖，赞吼。这麻个干的呢，你看。哎呦，妈妈你睇我。弟弟，你个看出来是干的。哇！阿青爱食干的啦，哈。哇！阿青。来。哦，真好食。哦，真好食，真澎湃。妈妈，我上爱食你煮的啦。真啦，你尽量食哈。走遍了天甲海角，也是阿故乡的话较圆。吃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娘煮的口滋味。妈妈，你真正出来足棒的。秋风一面一面吹，日子一天一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楚的人。故乡的爸母，有年无
唱唔对。已经成功倒转来，已经成功倒转来。阿青，来，你坐。妈妈，你上爱看于天唱歌对？对，我上爱听于天唱歌调工安。尼唱。弟弟，你唔是定定去 KTV 那歌词会唱唔对？你看伊外搞，阿青连哎做呦够好食够好食来，妈妈甲你试一个。哎呦，哎，佫甲我试啊！哎，遮大汉来个，你食看觅，食一个看觅。这食是会使食。阿妈，妈，慢慢食，慢慢食。我还没食我的便当呢，我的哦，便你的便当好，等。来，哎，走遍了天涯海啊，你免唱这啦。啊，弟弟，啊，伊人唱过，你搁唱，你毋捌唱过啊？好，赞。妈妈，哦，可罗桑，我没有多久没有回家，遥望老家的蓝天，就想起妈妈的白话，你伤心。都是为了妈妈，我的妈，我哪无妈？我怀念的妈妈。靠你！我调教你这摆是当然你老母死来啊！啊，你唱较可怜嘞。哪知啊对？我希望你关心我。弟弟，一块麻好啊。你收肥啦！你无看恁弟弟三家呢吼，伊爱补啦，你毋免补啦。我爱补安尼吼。你看阮阿青啊，你看嘛，三家呢爱加减食补，好饭免食伤济，你饭食较济咧。好，哎，妈妈，感觉最近安尼寒流来。啊对，你即摆徛倒摆会寒着哦。哦，拄只手拢冷起安尼。对，我去买2领衫，偌好。你袂使安尼误会妈妈是惊你身体虚，我当然刚刚我敢若不是以前生的。你想多啦！你看妈妈不是甲咱买2领棉袄，2领你嘛有啊？哇，唔通我别想着，什么妈妈偏心？今天我被我惊啊！啊，真正你的啦。哎呦，赞！这新衫，我上爱这款是。啊，对。好，妈妈多谢。这过年时吼，啊多好，啊你来穿吼，你徛后头摆，啊多好炸掉的。啊，闭起就知影。妈妈，哎哈，明仔我上班的。真正先好啊，妈，真正好啊。啊无啦，伊较下乌的，我爱穿乌色。伊乌色较下。多谢。啊，你加边就好啊。哎呦，咖啡色，妈，这咖啡色看起来敢若老蚵仔咧穿的。妈妈，你都较济岁啊，你人较少年，你不要看，毋是阮阿青啊，大家拢讲伊着外出西装，我看无，这2-3次尔，要常人讲，后白讲讲。我这问的呢，妈妈。你问的呢？你看啊，哇，我这看来历好，够了，够赞。白甲你做，你看觅。哎呦，上海人真正够做。啊，多谢。赞吼。哦，赞。妈妈，哎，所以我讲，哥哥，所以你看，我咱愈穿愈会寒啊。你有同安尼学地想，你妈妈嘛是甲你买1领对啊。饭食了，妈妈是讲惊你营养过剩，到时阵若痛风啥有诶无对。是。哦，这真嘛袂歹看，我嘛刚刚讲赞。刚开始看起来。饭客咧啦。这照道理讲，应该是愈来愈小才对啊。嘘，奇怪，哎呀，哥哥，你这棉袄哪会拢包抄啊？啊，佫是官帮这款呢？妈妈，我的妈妈。妈妈，这款代志你做得出来？我穿棉袄，哥哥穿这款呢？我食的饭包盖拢无共款。你知影？你那大细心安尼。细汉的时阵，阮看到一本册顶头有安尼写，无想到讲这款代志伫24世纪佫发生一摆安尼，拄着一个恶毒安尼苦毒的妈妈足恐怖。这款剧情我是我是话恶毒，我敢无饭互你食哟，还是无衫互你穿哟。是干那这衫做了较无好尔，你那是安怎？妈妈，你的手莫伫遮存来存去。我无爱演这款角色，毋是讲我咧讲，即摆个公道转来。
阿杰啦，你这个编这个戏就敢真无健康嘛。无那无编到那家你这真悲惨，佫真可怜。对对，这个我这面已经有够比赛。这个世纪，啊，佫有这款的这可怜的代志，想个悲伤啦，莫演这款戏啦。啊，你你要改剧情，我来干。多谢，拜托，你剧情甲我的形象安尼应该足可怜哎，啊，足可怜，敢都无人要治这。足可怜你咧食你有法饭，度改，你有法度改，改，安尼我来编，我来改，编啥我来编，我来演恁爸爸。哦啊啊好，恁两个要联合来甲我创治啊！莫演啦，啥？无卖啦，我去门口去做起食。你家己去啦，你家己去啦，讲啥对？好好去啦，啦，那好啊，就我好好唱一条歌，哎。今夜的咖啡太苦味，较苦一杯倒一杯，窗外的雨水落袂离，伫我阮心肝底，咱两人无缘的情分，永远也不再会。陈英杰。